细汉时就是用这款水肥车用肥灌溉，知影地牛的饲料拢是宝，千万唔通浪费。只是过去并无将臭味等污染去除。不过现在环保署补助台人600多万所买这2台集运车辆，得将脱保的饲料资源回收再利用，将原本要放水流的回归农残。上午环保署副署长亲自将2车的锁匙交予市长黄伟霆，希望创造脱保零污染、残肥最清的多赢局面。资源永续、再生循环已经是一个世界上一个不可逆的潮流。那工业生产如此，农业生产也是一样。我们在前2天去城西看到了我们厨余快速发酵，能够处理成肥料，能够处理成好的腐殖土，能够循环再利用，那有效的这个去化厨余。那现在看到了这个畜牧废液粪尿，能够处理成这个对于农作有帮助的这个液态肥料。这个部分其实是非常好的。为了马丁县柳营北往罗龙区的脱保业者，令这款水肥灌溉示范成果，不管是牛奶、番麦、芭乐，每一种的产品品质拢佳作好。市长甲副署长嘛，伊参观试驾发展。副署长会长嘛强调，台南柳营这业者已经有将近9成价值，已经是全国的示范区，相当难能可贵。有时候我们把肥分回归于农田，让肥分到农田里头去，让它发挥它应该有的作用，这个才是重点。等到我们这几年做下来，全台湾已经做了1900个厂，1900多个厂，大概已经大家都开始做了总共5700个厂，1900多个厂已经做了。台南市这边最特殊的，应该就是八王洛农专区，53个厂里头46个厂已经做起来，87%的。全台湾是第1名的以这个专区来讲，全台湾是第1名了，所以应该是给我们自己一个鼓励过去农民对着脱保的废水拢真头痛，现在不止得到回收处理，像原本龙尾草一档会当收4期，已经提高到5期，毛所农民拢好康到小报，相对对环境更加清气美好。今日新闻，阮是何乔邦采访报道。